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云林北港的朝天宫迎妈祖，这是北港人的小过年，热闹滚滚。今年绕境的队伍有3公里长，这绕境进前的蹦桥场面壮观，也阁有礼炮手，甲这个白炮结火炉，真震撼。啊，若到暗时啊，上界精彩的都是艺歌的游行，以往拢是结糖啊、结佚佗物啊。今年有人真拍手，是结金啊、结龙虾，声真侪人去参加。云林北港朝天宫妈祖分庄活动，放炮的人伫咧大路点到手头的炮火，叫火升桥，规条大路哔哔哔哔的炮声响，场面闹彩彩。另外一边，庙方人员倒一箱一箱的炮火，大家围伫咧升桥边啊看热闹。现场的炮虎望演散步，坐甲爱使四台山鸟来拼灯，嘛爱赶紧撞水降温。在地宗教神师为游客专工会宜兰来遮参与。宜兰哦，所以是特别来玩吗？那暗时的重头戏就是有真人扮身的价格游街。今年163组，那数量创新高，过去拢是夜糖啊、饼啊、汉堡、红啊等等。这边的礼物大升级，竟连蛋红鲟，搁真大只龙虾，民众抢到拢笑甲嘴啊利塞塞，都含朝天宫干事家己着新着一只。咧着的时阵哦，会会动，我惊一个落去涂骹边的人就抢落来，放猪啦，第一遍的啦。闹人等海产，各有人搁甲厉害等出规阿未火锅粗，互民众小争抢。毛艺客坐伫咧马车，手头红包直接霸气上场，就含爱水民众冒福，保养品、化妆品、真装束全部拢摕会到。这边的分庄活动，拢总成万人来参加，这一年一摆宗教神事，规个北港都亲像小过年，热闹滚滚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